当地特产晒成干的红枣，熬煮打成汁，香味四溢。加入糯米、桂圆、黑糖，冲甜之后放入零下30度的盐水槽冷冻，就是香甜有料的红枣冰。一年四季都有在做。那因为我们红枣销得很好，所以我们夏天的话，差不多2个礼拜就要做一次。包装、打印、装箱，2个礼拜可以卖出3000只。红枣冰棒成了公馆农会的招牌商品，而红枣汁加入奶粉和奶油调配，做成冰淇淋。口感醇厚，伴随独特的红枣香气，也很受欢迎。今年夏天非常酷的，除了冰棒、红枣系列冰淇淋之外呢，红枣茶也非常的热销，可以消暑解热，而且是杯茶的。哦，白总，问我要不要喝茶？是红枣茶，对不对？凤奏茶。哦，凤奏茶。红枣可以泡茶，可以入菜。红枣结合客家风味，淡化了油腻感。红枣面拌油葱，红枣鸡汤，轻食风格，不会吃得太有负担。我们就让产品能够多元化加持。那我想产品目前来讲，红枣产品大概有20种之多。农会和农民集思广益，开发红枣的附加价值，连带把原本放农药和肥料已经闲置的谷仓，变成宽敞明亮、有多元功能的展销中心。那当然，我们这2、3年也特别就红枣这个部分做一些认证，做一些安全的一些界定。那我们希望把这个红枣这个产业能够发展起来。那当然，它也代表一个公馆提升一个能见度。公馆种红枣的历史已经有140年，虽然产量难以跟大陆红枣相比，市占率只有1成，但农民有信心，品质不一样。红枣是公馆人引以为傲、全台独一无二的农产品，而随着越来越多红枣产品的问世，也代表有越来越多在地人投入为家乡说故事。不好意思，一笔茶么？好，白藤。不好意思，一笔茶么？好，白藤。